卫福部是署预告草案，要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限制，取消上证管理和搭配检检，改做一般的边境管理和其他国家地区输入的规定是拢共款的。也讲这14、15年来呢，无合格率是零，显示日本食品辐射风险真低，上紧年底就会实行。不过，消基会是认为讲这合格率无代表无辐射，也是有风险，所以因是反对开放的。2012年3月12日，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强烈地震甲海中和辐射外泄。事故发生到今已经14年，卫福部小署预告草案，伫确保食安前提之下，会参考甲制裁世界多国管理，评估将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管制，回归一般边境管理。依据我们科学的证据、国际标准，评估日本食品因应回归我们正常管理措施。小署表示，31日福岛核灾了后，同年3月25日，咱就宣布禁止福岛等5县食品进口了，佮陆续调整日本食品管制措施。2014年9月，公告全面解除日本福岛5县食品数值管制，也成销售肉，考虑等原本禁止品项用上证管理甲特配检验。不过过去14年来，伫边境检验2.3万多批次，检验结果拢符合咱的标准甲日本标准，无合格率是零，显示日本食品辐射风险真低。它不是零检出，它其实是微量检出，只是符合标准的问题而已。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辐射，它是有可能在人体去累积的。这137本身它的微量的话，它其实半衰期是有达到30年，所以我们认为说现阶段还不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时机。消基会批评政府应该先考虑个人健康，对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限制表达反对的立场，也呼吁政府应该做好食品产地标示，让消费者选择权。小署强调，草案有62日预告期，收集各界意见，新制上紧今年底开始，暗过日本禁止流通品项，依然不准输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